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是咱语堂好歌声，节目开始，刚才老师带来一首《小春之恋》，内底个有语的哦，共同欣赏时间，谢谢。弯弯的小河，静静的山岗。这小村庄，绵绵的芳草，阵阵的花香，真不叫人为你向往。啊，问故乡，问故乡，别来是否无恙？我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。美丽的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里はですと、あなたは来たこの街の生まれですと、私は答えた。高いつの日か、あなたふるさとへ連れて譲って入れ抜きよ。夢見たの生まれたてとこなれへの上の小河，难忘的山岗，难忘的小村庄，在哪里歌唱，在哪里成长，真不叫人为你向往。想别来是否无恙？我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。美丽的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问故乡，
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？我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。美丽的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谢谢。这个日语歌曲叫做《村庄之恋》。好来，这首歌曲真正好听。拄则老师讲啊，这首歌我哪捌听过。哦，原来这首歌就是邓丽君小姐伊唱的。ふるさとはここにいます。好的，谢谢哈。哇，来，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。江林老师的哈。我的。好来。哇，山顶保单节，神叔哥哥，咱的尤大哥、尤大嫂啊，还有咱这文龙大哥、佳佳、素梅姐、玉玲妹妹，啊，有顺天大哥哈，谢谢。还有坤星大哥，你好哦，哇，感谢恁的破关声满满哦，吼，来，谢谢。咱的明源大哥、秀芬姐啊，郭大姐、坤星哥哥，桂清大哥，咱的明华哥哥、家嫂，明华姐姐、英勇大哥，谢谢你哦，吼吼。来，河川大哥好，咱每一天就这个时间，工人甲访人伴观众朋友，咱起床的时阵有人讲我都拢有去休困者，这个时间呢都要打起精神了都你若等下想讲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，你嘛会使电话甲卡入来。甲阮小姐做交代，也是讲阮小等，阮会安排6首歌曲哦。逐工呢，安尼拢互恁真满意，希望咱咧做甲足，互恁足满意的啦。即号做讲像即个呢，神清气爽。精神的神，即个清爽啦。对。事事都圆满。有啦，嘿有影。也人到呢，即个一定在即个年龄的时阵呢，总是爱知影。要懂得。爱精而不精啦。万般随缘啦，莫讲呢，啥物代志种静味愈来卜卜跳安尼，系啊，心浮气躁，老无人老的像即个爱像即个入定安尼，啥物代志的时阵莫伤计较。是。喂，无声。好来。你饲着啥物件？我咧讲我像这。好来哦。我这可能无电。都来啦，来。喂。好来，老师的无电无要紧，这我咧讲观众朋友现场的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咱所以讲咱拄则老师伫咧讲咱人爱保持安怎神清气爽，心情都爱轻松啦。是啦。像这个生命中的时阵呢，有多多少少的这个代志啊。其实呢，你从你早都已经注定去。你若讲留会调的就对啦，无需要用力。若留不住的呢，嘛无需要费力啊。对啊，了无工。是啦。嘿。若如果来讲起来，若来食的时阵呢，爱来珍惜，啥物代志拢共款。是。伊若去食，留袂调的，都爱做这看开，爱放。老师，有一句话讲弃之不留啦。是啦。来者珍惜，保守弃之不留。如果若讲起来无能为力啊，你着安怎？顺其自然啊。如果若讲起来无心所待，安尼你着随遇而安啦。对，随遇而安啦，拄着啊。系啊，着本身的时阵都甲伊本身的时阵来甲安住着对。系啊。所得所不得啦，也不如就这心安理得啦，安尼你想要得的，你想要得到的，结果得袂到，讲做所得所不得啦，不如就这心安理得啦，所愿所不愿呢，不如呢心甘情愿。
祝咱电视机面头前这个观众朋友，吼，拢总一个美好的一天，对，一切拢真如意，是事事拢顺利的心。好好，谢谢。来哟，逐工拢互你顺心哈，看咱的节目，互你顺顺利利哈。来，即马呢要来准备着今日安排歌曲咯，6首歌曲。头一首是头一首吼，来甲咱做安排哦。头一首就是可爱的蔷薇。人生的青春里，仿佛在梦里。来，第二首歌曲《初恋的少女》。粉红的长花衫，因我想起迄一暝，甲你跳舞的暗暝。来，第三首歌曲《心爱倒位去》。好来，稍等下。哦好，来，心爱倒位去头一张。来，迄张单那小来，老师，我处理得好吼，就是有问题，毋才可以了。来，心爱倒位去。黑暗迄边山顶，美丽月亮显娇美。来，刷的起是。来，不平凡的爱，导播由江老师。无缘的彼个人，无缘的恋梦，阮以为爱情真温暖。来哦，第五首哦，感情放一边。这款世间行，把感情放一边，同情无同情嘛是自己的前程。来，上尾一首情歌对唱啊，真爱无价。将我的心放予飞，答案你回来找。双人真爱有心过，三面甲海誓。好来哦，以上拢总有6首歌曲，准备甲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啊！咱来敲电话，头前的啊，83263178326317，中华关系直播，我关心给家看什么？人生的分量，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来，你好，坤星哥哥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啊，咱的祥三嫂哈。你，老师好。是我来点，这心爱倒位去，甲真情，真爱无价。哦好，我写开哈。嘿好，甲大哥问好这嘿。3跟6。好的。 3跟6，平安哦，谢谢。来，保单节哦，保单啊这。你好哦。哦，来哦。第3首甲第第3首2首。甲第2首。好的，好，谢谢保单姐，平安哦，谢谢哈。心爱倒位去。佳舅，光明。嗨。老师好。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爱听电话内面的声音。哦。心爱倒位去。没问题啦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，平安哦。来，电话拍通会记你爱听电话筒内面的声音。哎，光明。哦，你今日穿安尼甲空中小姐咧？
啊，伊个久久过成了甲科学家嘞，毋是无人机的机足舒顶服的。哎，啊，我今仔要听第3甲第4哦，嘿。安尼哦，好，祝寿长虹，谢好，谢谢。谢阿美华姐姐哦，来。大家拢足客气，拢称我老师。其实吼，伫20年前的时候，我已经升为教授咯。喂，好，蔡妈妈。哟，两位好好，将第4首，谢谢谢谢。边怀平爱，安，来，坤星哥哥，今天要听倒一首2甲3晓，好， 2甲这个3，问题哦，哈，我写可能好平安。分声大来，鼓秀云姐，嘿，今天要听我倒一首。将第3首甲第5首。哦，好3跟哎，啊，你拄啊迄个太太讲讲你穿安尼甲空中休息哦，啊，对啊，阮的美华姐真水姐。吼。哎呀，谢谢你啦，哈。哎呀好哎好好，来，柳玲，喂，姐姐，大哥午安，中秋节快乐。节快乐今天那我要点第5首跟第6首哈，平安，谢谢。亲爱无康苗姐姐，哎呦，甲我连恁好，好，啊，我听3甲5。 3甲5， 3甲5，心爱倒位去，好的，无问题哦哈。感情好的谢放一谢边。哎呦，诶，瑞兰嫂哈，诶，我选13。然后哦1甲13哈3，可爱的手好里，感谢你哦哈，瑞兰嫂，我心爱下台。倒位去。谢谢，感谢哇，虽然瑞兰少了哈，老师咱来先来，迄个心爱倒位去先做准备哦。来嘿，这首歌曲较侪人点吼。来，感谢哦，观众朋友，咱即摆这段时间都是点歌的时间，吼，啊，你拢会当透过头前的专线电话敲电话起来，无论是新朋友、老朋友，阮拢总非常欢迎你。啊，咱点歌就是安尼，较侪人点的，啊，咱赶紧来给你做安排吼。或者是讲，咱有特别较喜意的歌曲。哦，你若线卡伫咧甲阮加油的时阵，安尼即个时间你就是会当甲阮小姐做交代、做欢呼哦吼。来，心爱倒位开即首歌曲，今仔日有咱这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宝丹姐、佳佳、美华姐姐甲阮的酷酷姐、坤星哥哥、秀芬姐啊、康苗姐姐、瑞兰嫂吼所点的哦。哦，来，哎，明福哥哥，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严大哥，啊，大哥你好咱来点35啦。 35三票，个心爱倒位好，去，好，谢谢问题你。哦嘿，感情谢谢。放一边。哎，哇，这个移民哥哥啦，来吼，再打一次。再打一次哈，好来来，咱过来甲你做，甲你接台哦，嘿，好，哇，咱拄在心爱倒位去的时阵，佫加一个咱的明福哥哥啊，吼，好来，老师啊，先安排歌曲哦，准备。黑暗迄边山岭顶，伊个月流显娇美，可爱天气闪闪时，抬头看着心酸月有天星，月的伴伊，趁阮孤单空相思。心爱你是倒位去？伊白
想起心爱你，心酸目屎自然滴。无因无由做离去，放阮予我心空虚。心爱你若有情意，赶紧转来阮身边。无情风雨看幽灵，实在真情比你偏。夜为你好无天，你是无情的女性。枉费对你的真情，愈想予我心愈硬。无风眼都无明，这份运命无怨天。好来，谢谢哦，这首歌曲就是这样好听，而且这首歌曲吼，嗯那以后你来唱的时阵，又搁较好听。啊，我赶这个紧来哦。歌曲是咱早前嗨观众朋友的时阵被人放出来，毋是，哦迄个感情性受到就这个咧触及的时阵所点的一块歌。安尼哦嘿啊，好心爱到位因为呢，嗯因为就这个我对这个乐性较敏感，所以讲呢，我就先唱。好好迄时我有交接无你，好练功的当中先才为你来唱好，无真困难啦。安尼吼，嘿我是讲对我来讲啦。我尽量。像阮这不是咧用放杀的吼，当然咧唱的是较简单的靠感情，因为迄个感情的时阵就都袂说描写我。啊，若像恁即款的做这是较高尚的这女性，较无咧用放杀的吼，可能体会较味啊，人道。艰苦伫倒位，你都毋知影，我敢会使一直甲恁讲，对无对吼？爱味跳安尼对啊，咱观众朋友是啊无爱看咱的哭哭节目是要快乐的呢，对无？我敢会使一直甲恁莫说讲到即个感情的代志安尼吼。好来啦，我咧讲，所以讲啊，感情爱放一边。我今晚要来唱一首哈，谢谢咱开心哥哥、兼双导哥、彭大感姐情放一边，心肝才袂闲啦。来，祝侪人甲你拍拍，蔡妈妈、神叔哥哥、秀文姐啊，哈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哎，咱的素梅姐、廖兴哥哥，哦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我拍过落拜哦，吼，当下你好，徐爸爸、徐妈妈嘛，今仔拢上线咯，吼，明华哥哥，哦，咱的秋瑾大嫂、宝丹姐、神叔哥哥，来，感谢换芳玲唱哦，爱记得拍拍啊哦。感情放一边。点一款细干行，把感情放一边，
就藏在心肝底。不管是人生有生朋友拢到尾，无论是真心真爱，当作烧酒话。唔通来问我过去我的国几暝，目屎流甲不知天色白。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。命亲像一只风吹，明仔载，不知要用倒位飞。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，爱比人什么较多，无人骂，就藏在心肝底。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，命亲像一只风吹，明仔载，不知要用倒位飞。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，爱比人什么较多，无人骂，就藏在心肝底。感情放一边啊。好，谢谢阮的秀芬姐、玉玲、康苗姐姐，搁咱的明华哥哥的吼啊，这应该咱点唱的哈。谢谢哦，两首歌曲，咱的平龙大哥，你的歌声有收到，先树哥哥、台北的江大哥吼，感谢咱的调音大哥刘大嫂，谢谢哦，文心哥哥、康苗姐姐，啊，恁的歌声拢有收到哈。啊，搁咱的美华姐姐哦，蔡妈妈好，台北的咱的陈大哥，谢谢。满满的破声，感谢哦！啊，这拢对着工人甲方人种鼓励甲支持哈。对，一个互动。对，好来，咱即马呢准备要来第二阶段咯，嘿，听歌。是。啊，咱在准备讲吼，来要歌名。哦，啊，今仔好礼要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哦。哦，送啥物？送咱上界厉害，咱即双石墨烯的哦，即双袜子。啊，我一届吼。送2双啦，啊，毋才会当替换，对无？双双对，才会当替换。对，安尼是水。对啊。啊，咱我讲即双袜子吼，观众朋友你一定要甲试看卖，甲摕转去试看卖啊。这除臭袜吼，咱即双是石墨烯的，而且伊抗菌除臭达到99.9%。所以讲你若讲会流骹烧的，会啊流骹烧啊臭啊，我臭摸摸有人吼，安尼鞋仔若脱开的时阵，哇，臭甲袂片的这呢。你甲穿下，现今仔穿，甲下晡你若讲下班转来的时阵吼，你鞋仔甲脱开，我咧讲哦，很神奇，迄个味道自然就是无去吼，而且你透气性阁足好的哈，啊袂夹骹，袂溜骹，无担紧。如果咱的爸爸妈妈讲啊，我都无出外，但是我伫厝内底的时阵呢，吼，拢总有咧穿袜子，因为是安怎一寡时段吼，伊厝内底伊会穿袜子。你敢知影？你厝内底有规工时咱就是安怎烫只骹迄种，对哦。你去咱人厝内底，人伊咧鞋仔来烫伫门口。但是呢，你若讲无穿室内拖鞋的时阵，你骹安尼行会触哦。是。吼，啊，你若穿一双袜仔的时阵吼，即双袜仔爱阁有球种的，保护掉咧。嘿，300粒的即种吼3D 立体磁石。哦，啊，甲你做按摩。骹底的时阵循环更较好。啊，无担紧吼，伊佫甲你啊挂档啊 ，ABS。对，吼，你若穿即双。暗时啊，伫咧困的时阵，爬开放尿，你毋免惊讲吼，好啊去厝倒去，挂倒去，踮厝内底嘛共款哦。时大人吼，侪伙人袂甲要拔啦。无法度。吼，拔入去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啦，严重的先手断去啦，骹断去吼，骨头就先抓开花去。对啊，吼，所以讲爱甲恁保护掉咧哈。好，来，咱准备来听歌哦。
线的分量，为你提出男儿的本性，心意打拼为坚定，为你献出男儿的真情，心意伴你过一生。来准备敲电话哦。好我的双手，好我的本领，做美满的家庭。用我的人格，用我的生命，向你保证我你的爱情。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，心爱的，为着你，为着你，我会勇敢向前进。男性的本领，为你提出男儿的本领，一心一意打拼为坚定，为你献出男儿的亲情，心意伴你过一生。好我的双手，好我的本领，做美满的家庭。用我的人格，用我的生命，向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。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，心爱的，为着你，为着你，我会勇敢向前进。男性的本领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头到尾拢包啊啦，该唱嘛拢唱啊。好，来，一块真励志查甫人的身份底吼。男儿立志出乡关，事若不成，事不还。男人志在四方啦，啊，就本身就爱有家己本身的理想、目标甲抱负，安尼时阵呢，以后工作要做了后的时阵，转来咱的故乡，咱这个家己士大人、家己祖先，嘛以你为荣，来，我这边演出是继续要来唱第二首歌。日头已经要车驶，带着我青春歌声，随着夜风跑转去，遥远天边的
流来，无分会着往天。为你心头热红红，带着我青春歌声，随着夜风抛过去，这边那边有一个姑娘等我袂转去，遇着一顿。野餐，点在花路边。文溪先生早前呢真受到欢迎，一个轻松的歌曲。来，咱即摆现主持，我继续的时阵呢，过来甲走一段吼，来，咱的观众朋友咧有歌非常的非常的像这踊跃，这首歌曲吼，用这个轻音乐来甲走，也真好听。杂志啦嘿，哦，这两首歌曲杂志，好，来这两首歌曲其实拢总5字啦，吼，咱今仔日较无开吼，明仔载继续努力吧，吼，来，咱即摆赶快来公布答案哦，时间的关系。人生的本领，落歌就有啊。第二首的先叫做《黄昏的马车》，押紧的旧爱马车，日头已经要车驶，黄昏的马车。来，以上这两首歌曲，第一首就是男性的本领，第二首就是黄昏的马车哦。咱观众朋友较紧的讲，唔好紧啊。迄紧吼，紧落到地，我拢会紧张啦，哦，莫紧张，反正你今仔若无开的时阵，咱明仔载赶快还佫有机会，时间的关系。哎呀，对，好来哦，感谢咱时代哈大哥大姐安尼呢，互老师来安排咱的第3首歌曲《迄初恋的少女》。这个时阵呢，芳玲甲咱观众朋友来探讨身体。今仔要讲啥？讲这粒莫达。真若这粒莫达吼，你若安尼袂顺势啦，芳安怎？芳的时阵吼，芳袂到那读壳的时阵，就安那戆，若袂顺势就乒叫。车就无力啦，无力啦，错咧啦。对。人的当中啊，先整句的时阵就拢袂顺啊。当然。地皮喘。迄有当时啊迄喘是啥物时阵咧喘呢？半暝啊，伫咧喘才有恐怖。你有当时啊困到半暝的时阵，发觉讲安尼白哦，也是安乒叫哦。你看嘛，你惊甲拢唔敢困呢？有时大都是安尼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要安怎来做保养，安怎在做调理，来，咱的黄教授甲咱观众朋友来做探讨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大哥大嫂，大姐小妹，大家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你敢知影，老师啊，有你了吼，咱遮观众朋友加我健康，加我平安。算唔知？迄顶座吼，咱有一个人客啊，
讲着安尼，讲我吼原底若要行出门吼，安三骹步尔安尼喘片片啦。偏偏算了。即粒莫大吼安尼乒乒叫啦。伊讲吼，迄新民公嘛吼，才3楼尔吼。讲若要去你遐3楼吼，上无，还要烧一个香，讲上无爱遐咧，歇3摆，歇3摆呢。啊，迄个时阵叫要歹啊呢。歹去啊，歹去啊，迄粒莫大叫要歹去啊。对。但是咱老师顶抓吼，甲咱介绍迄个天龙宝心，甲咱这观众朋友即个安尼迄粒莫大吼，安尼互伊芳会行。哦，真侪观众朋友食好，学落才会得志啦。即支若讲对咱即个莫大啦吼，若搁食无效啦吼，无搁较好的物件来即个莫大哦，真诶哦。你甲看若寒流来吼，反正这毋是咧乌白讲的呢。每年哦，寒流来哦，即粒你甲看订的过用看偌济啦。足济。足济呢。不等吼，咱若伫外口啊，不等哦咦哦咦哦咦伫咧过，啊，迄种总是即种。听说你头尾冷的啦，咱拍好天光啊。对。吼，即个若订的吼，拢头透早4、5点啊，安尼吼，就订的啊，真诶足恐怖啦。啊，财产剩偌济？台湾我大企业家拢剩几啊百亿、几啊千亿的安尼，拢50个尔。对啊。即个莫头就订伊啊。有早顿的无？无半。即个若健康吼，财产才是你的啦。安尼吼。即粒敢若袂做主吼，即个莫大若毋做主吼，拢是假的，拢毋是你的。老师啊，顶座你都安尼甲咱讲这天王保心。对。顾即粒莫大。878，赞呢。请你家食。即个哪有清醒啦。我你甲看80啊啦，80呢？80岁安尼？你甲看，一台那跑车咧啦。有影。真正啦，算叫啦。讲话声个遮尔响着。好，伊说82说就到位啊啦。哦。来啦，老师啊。食这了。顶座咱这天龙保心吼，这组就足好啦。咱有卖过嘛？3000块啦。那一条性命啦吼，这个莫大够用哦。开3000，莫讲3000啦。300万就开了，300万敢会当买条性命？无可能。我跟你讲，开3000啦。一粒，莫大有力，真好，这鱼头有够好的。老师，用炸2粒啊！来，用炸2粒。观众朋友讲吼，人伊开3000块，开甲足有感应的啦。伊讲吼，要买大组的啦。大组的。今仔日来吼，咱就爱大组的啦。翁仔某讲过食，对。阿母啊，爸妈妈讲过食，来。2罐仔分4大人食，有效今仔日5万卖啦吼。系啊，我较大出手咧啦。好，莫讲送1罐啦，送1罐袂大方啦。大组哦。做公道来2罐起来。伫你遐啦。来。哦。注意听啊，听好哦，大哥大嫂，这2罐开咧食，食了后，感觉讲好，这两莫大不一样呢。系哦。开咧喘气咧舒开。加足顺的哦。袂白白，袂疼，袂安然。这个脑头壳加足清醒，是，吼，最近做工作精神足好，袂安尼戆生，嘿，你想啥物代志，哇，加偌清楚咧，足清楚的哈。你看来食咧无遐，我咧讲遐好用，当然啦，这拢都免钱，安尼吼，退行哦，保证甲你挂落，安尼甲阮藏起哩，无人敢安尼讲，打，你就卖啦，加落，安尼好落啦，安尼一届偌济啊？8罐啦，8罐，优待介绍6000块，6000块，60粒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电话即摆开始赶紧卡哈，讲到这老师啊，迄咱顶抓你都讲过，哦，迄安尼厝园伫咧萃取的时阵。安尼遐济厝园无大间，拢总用生物科技哦。对，拢浓缩的哦。浓缩的。我这拢浓缩萃取的哦。哦。对，你顶阵有听到你就知个。小分子的哈。系啊。足紧食的吼，你三那个食的吼，正10分吼，心脏袂过安尼泡泡菜啊。爬了推出你个爬，做你个爬，人个爬袂喘吼，无甲你地落，互你正常的喘气，心脏正常的跳动。免钱啊，现金退行啦。你来，免惊，免惊哈！来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电话即马开始甲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。今仔日教授来特别甲咱挂保证无大件哦，推荐观众朋友食大组的哈。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感谢，谢谢。好来。是安怎讲吼，一定爱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大组的。咱足细，咱时大顶座老师来的时阵吼，三盒甲食完的时阵，哇，
啊，若会差较济啦。你像讲做屏东，咱这过春节，迄过春节吼，足趣味。伊讲吼，好听教授伫咧讲，伊安尼本地暗时啊，真正是咧拍蒲光的时阵吼，哦，有当时啊呢，喘到家己惊醒起来呢。结果伊安尼2礼拜时间尔，讲全好去啦。好，啊，伊安尼搁煞落食了后，伊即马逐工拢都是咧使用。伊讲吼，芳龄啊，大组敢无？来。今仔教授甲咱观众朋友讲哈，你若买大组的时阵，等于2组，吼，2组就6盒对无？啊，6盒就要6000块啊。但是呢，咱今仔搁加送你2盒，等于讲买4盒，再加送4盒，来买4盒无？观众朋友啊，咱搁再送你4盒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你即摆今仔这组本地是爱偌济啊？14400块的呢，今仔日才偌济尔，安尼一组剩6000块尔，顾咱这粒莫大哈。你着定定安尼喘，定定安尼不舒服，会戆哦，会安尼安尼不等啊削叫这啊，你着来甲食。甚至呢，你会感觉讲，力不从心，人来雄雄，感觉讲安尼真烂真鲜，这着啊，这粒无力，吼，这粒莫大呢，胖袂起哩哈。来哦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嘿，啊，无紧，啊，我刷卡甲你接落去哦，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刷卡甲接落去哦，吼，感谢哈。电话甲拍通，吼，电话甲拍通。咱跩时大大哥大姐，我咧讲吼，即马拢总有时大敲电话开。你若是毋捌食过，咱就先甲买细组。今仔日老师有讲过哦，吼，咱若是细组是买2盒，咱搁加码，搁加送一盒伫咧。这盒你先甲试看卖，甲透开甲食看卖啊咧。若无像老师伫咧讲的遐尔好，我咧讲哦，阮原金退回哈，物件都是安那有迄个效果才敢安尼讲。有迄个实力。对啊，哦，啊你都知，咱系这呢拢总纯传统的，哦，咱传统的草本都萃取的，而且咱这拢总小分子的，即摆生物科技最厉害，就讲，甲你在原地处方，甲你做小分子了后，咱咧食的时阵吸收较紧。吼，吸收较紧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你若甲老师讲的讲，哇，人安尼真艰苦的时阵，3粒配滚水哈，马上哦，10多分钟马上会当改善。吼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来电话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，0800810810，815181，今仔买大组的哦，等于买4盒，咱搁加码再加4盒哈，来导播先下来哦，嘿，谢谢，感谢。好，感谢来先来，互老师唱，老师，导播先扭来，来我做登记吼，来，感谢老师来先唱歌，互芳龄嘞，刷卡甲恁做服务，有真侪时代讲芳龄啊，我想要甲你问较清楚的。其实我若伫咧做节目的时阵吼，咱在老师你咧准备唱歌，吼对，来，咱在时段吼，若讲要找芳龄，其实你。即马敲电话甲阮小姐交代就可以，吼啊！我等下线卡会甲你做服务。啊，若是即马老师伫咧唱歌的时阵，来电话互恁敲入来，我来甲恁斗接无吼。来0800，来，就是即马换即支电话啊哈，即支电话你甲接开哈。老师来安排一首做初恋的小路，保单姐姐家，坤心各个书店的吼，芳龄刷卡服务哦，吼，谢谢你们来，一鸣大哥，谢谢。喂，大哥你好。食好的物件，吼，食好的物件，物件就是安尼靠保养啦。你若平时的时阵吼，你若讲安尼，感觉讲会喘，感觉讲安尼，哪会安尼？这个胸坎也是杂杂，这绝对有原因的吼。车啊，伫咧开的时阵，顿的时阵，对无？甚至烟当讲的吐烟啊，即款的像这时，你就要开伫像这个保养店来甲保养，你若讲像即个病院检查，你就知讲即有问题，咱呢，伫遮先久久长长，食过使用人的时阵呢，大家拢真学老就对啦，这真正是甲你挂保证的，毋是讲今日的时阵呢，讲的你后明仔的时阵找无人，你若坐伙人的时阵，食互伊像即个心清气顺，即个头壳伊就即个清楚。清楚的时阵，毋则袂戆车车。若无的时阵，像这烟瘾无力啊，迄个油拍袂起来啊，油拍袂起来的时阵，就头壳的时阵都无气啊，无即个火啊，所以讲伊就戆车车。甚至的时阵，阿妈滚紧会酸啦，会麻会痹，即拢种甲像即个，做咱即个碰壶啊，
有直接的关系就对。啊，你碰普爱当中的时阵若未顺啊，车咧开就顿的啊。啊，咱人咧，咱人的心头安尼足无精神，啊，讲话安尼摇，真无精神。啊，你徛咧就是要坐咧，啊，坐咧的时阵对无，就安尼拄久，啊，拄久的时阵就叫电视看安尼。啊，倒落去的当中的时阵，毋知当时对无，要定去嘛毋知，安尼操心八百来会记哩。小弟所推荐的地灯食，绝对互你满意就对。初恋的少女。你声音，我在着温暖你言语。亲像踮在梦里，窗外彼条月亮，纯情少女的突然暗暝。我想起迄一暝，甲你散步的暗暝，约束的电话，可爱的假字，咱时常白点来相等。双人欣赏电影，等一假日地房，纯情少女的初恋暗暝。我想起迄一暝，甲你念歌的暗暝，手温暖你的手，予我来悲伤流出泪。春雨也会悲伤，绵绵静静甘露，纯情少女的初恋。我想起迄一暝，甲你分开的暗暝，欢喜来开会，理想来写去，点在着桥头来离开。春晚不再回来，怀念迄个假期，纯情少女的初恋。初恋的少女。好来，伫遮呢，感谢咱拄则线顶，咱真侪时段吼，真正我落线骹做服务的时阵，才知影讲，哇，咱的观众朋友食甲非常的好啦。伊讲洪芳玲啊，吼线骹甲伊服务就好啊哈，谢谢啦。拄则咱有甲咱这个，咱拄则有甲咱这个民雄，咱这个住台中咱东区咱民雄大哥讲吼，我讲大哥人伊原底时阵是安尼，伊讲行路的时阵吼，向咱窜开，我咧讲哦，拼汗啦。伊讲吼，全拼唱歌啦，人足艰苦的，吼，伊讲吼，足危险的，伊了后吼，伊拢总无啥敢出门，伊个顶抓着听到咱教授伫咧讲了后，人伊要洗澡回去食，哦，伊早晚各2颗哦，你敢知影？食到安怎讲？芳玲啊，我即摆搁安尼啊，甚至早时啊去运动的时阵吼，
好，拢袂搁喘啦，啊嘛袂搁安尼戆，啊嘛袂搁安尼哦用人来这人拔掉的时阵，你变寒会艰苦咧。运动破对啊。真好奇讲，哎呦，啊你即摆现主持先，敢若好势好势。好来，安尼吼，豆腐佫出来者哈，来，咱的同步心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一组咱今仔日咯，甲咱主文交代时阵，老师讲过哈，那细组的你先买2盒，咱佫加价一盒互你，安尼做3000块，3000块，每一盒拢总是60粒装的，60粒装的哈，安尼拄好食咧3个月哦吼。啊，你若甲我信任我，也是讲你之前有买过来，今仔出大组的啊吼，大组就是买3+3，安尼6盒对无？6盒就爱偌济，6000块。今仔日特别咯，再加嘛，佫加2盒，所以讲咧，你安尼都8个月份，8个月哦吼，安尼才偌济6000块哦，过一粒唔好等。过一粒唔好想济，你就是有需要，你电话就爱赶紧卡哈，08008181080081515181，电话甲卡互通，互你身体会健康，互你安怎要出门要起落落无问题。哦，啊人来咧招咱出去的时阵啊，唔好啦，我当时要订去唔知影呢，吼啊我都最近拢总安怎袂顺啊，哦，即粒仔某大伫咧芳的时阵袂顺。我来讲，你来咧袂顺的时阵哦，你都无啥甲人出门。车都袂顺，你敢唔敢开去做这？你都唔敢开车啊？唔敢开。你都唔敢出门啊？来，互你会顺的哦吼。一组吼，大组细组，我咧讲来，无要紧，我线顶咧。等下有节目的时阵，线卡嘛会使过来做服务哈。啊，我即马先，哦，来，我即马先来摇出着讲吼，拄只。对。恁电话赶紧卡哈。啊，因为咱拄则有要歌，我会先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哈，啊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，谢谢哦。来哟，吼吼，金寿嫂啊，黄金寿大嫂。红金寿大嫂，阿嫂拢有咧敲电话，咱咧要歌啦吼，啊，搁有咱这点歌嘛拢有吼。来，金寿嫂，恭喜你哦嘿！来表示欢迎甲恭喜，音乐甲走入去。好来，谢谢，啊嘛感谢咱今仔日吼，观众朋友拢准时伫咧甲咱收看，啊甲咱拍扑啊吼。哇，来，这个先。来，哇，秀峰啦，吼，拄则咧唱歌的秀峰，啊，包括宝丹姐，啊，咱这个哦，素梅姐、蔡大姐，啊，拢佳佳，哦，西瓜大哥，你足久无看啊呢，哦，啊，搁有咱罗天章大哥，哦，你的婆声拢有收到，桂清大哥，吼，这拢有甲恁收到啊，哈，谢谢。啊，落节目的时阵呢，有需要讲芳邻、江林甲恁做服务的，吼，有大哥有大嫂，谢谢佳佳哦，哈，来。咱落节目了后，拄则咱特别甲咱观众朋友讲，啊，你进前都无听到吼，啊，你看嘛，今仔遮济咱观众朋友咧甲咱加油的吼，你若有是即个问题，交代互阮吼，互你安尼心灵会定吼，暗时啊袂阁惊吓，出门内外的时阵，你着安怎袂阁惊啦，哎哟，毋知当时要阁安尼乒乒叫，足恐怖的呢。来，电话互恁卡，啊，我来安排这首。落节目的时阵，电话继续敲哦。来，08008151810800815181，线卡搁甲你服务2点钟，谢谢。将我的心放予陪，等你转来找。真爱有